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来参加到台北市机车同业工会参会，讲到汰换2型电机车的政策。蔡总统讲，外团政府要来消灭燃油车，这是一个假消息。讲政府只会看到未来淘汰。蔡总统阁讲，后一届一定会去机车行找各位头家泡茶开讲，听意见。 蔡总统参加北市机车同业工会参会，受到现场的业者热烈的欢迎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说不定哪一天呢，我会到机车行去找大家泡茶。蔡总统安尼一讲，业者拢拍扑啊，因为大家拢真想要当面向总统表达心声。每少业者拢有听讲政府要消灭燃油车，不过蔡总统讲这根本是一个假消息。 马上，它的机车只是下而已，它不是机很强的哦。那这一些2型人机车，我们会劝导，我们会辅导，不会强迫要求淘汰。针对拟定地用来代步的2型电机车，政府未来会辅导更换，但是未强迫民众淘汰。蔡总统嘛，业者放心，承诺政府一定会辅导因积极的转型。